大家好，我係呢部戲嘅導演馮志強，多謝大家。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係呢部戲嘅演員Jeffrey 魏浚琛。Hello， 大家好。好啦，不如都同兩位傾下偈先啦，問下導演先啦。我知道咧《浪花男女》其實係香港第一部以 Wake Surf 做主題嘅電影啦，點解會揀 Wake Surf 嘅？首先我覺得今時今日願意行入戲院睇一部香港電影咧係好值得感謝嘅，真係好多謝各位。咁我哋作為製作人、創作人，希望揾到香港電影更多新嘅題材，更加多唔同嘅可能性帶俾大家。咁我覺得大家啱啱睇完啦，其實衝浪呢樣嘢喺大銀幕有個視覺衝擊力嘅。咁我哋希望可以將更多嘅戲院體驗帶俾觀眾。Thank you。嗱，我哋成日都話即係欺山莫欺水啊嘛，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喺海上拍攝係好難啦，係咪？不如導演同 Jeffrey 都分享下，即係海上拍攝對你哋嚟講最大嘅挑戰性係咩咧？海上拍攝嚟講，我覺得因為每一次個浪都唔同啊，咁所以我覺得係其實就好似人生咁咯，因為人生就係日日你面對嘅事情都會不一樣噶嘛。咁我覺得就其實你每一次經歷唔同嘅浪嘅時候 ，even 你可能你嘅基本功你練好咗，咁其實當個浪係有唔同嘅大細嘅時候，你都係會隨時跌低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係人生就好似 Wake Surf 咁啦，咁即係會不斷咁跌低，咁亦都會當你成功企到起身嘅時候咧，咁千祈唔好僥啦，因為一僥你又會再跌低。咁所以就係我覺得呢個衝浪嘅呢個運動係幾好玩嘅。不過我哋都俾掌聲 Jeffrey 好嘛，因為我知道 Jeffrey 其實拍攝之前係都未嘗試過 Wake Surf。係啊，今次係同部戲一樣啦，都係由零學起嘅，咁所以係一個幾開心同埋一個完全新嘅運動啦。因為嗰陣時我仲記得即係導演揾我拍 Wake Surf 嘅時候，我都唔知咩 Wake Surf， 跟住我都話即係嗰啲跟住個浪衝嗰啲啊，定係架船綁住嗰啲啊，定係另一種玩水上電單車嗰啲咧，即係都唔係好清晰。咁佢直到第一次學嘅時候就覺得哇，原來係真係咁樣嘅喎，咁係充滿無限次嘅跌低啦。咁但係幾振奮嘅，因為咧當你一企到喺嗰個板上面咧，你好似成個人會係忽然間好似空白咗，即係會嗰個咩腎上腺素上升，係啊 ，thank you。導演都講下，即係演員有演員嘅挑戰啦，拍攝上咧。拍攝上係非常之困難嘅，因為尤其是我哋選擇咗真實嘅拍攝，同埋真實嘅海啊，我哋基本上冇乜 CG，冇乜冇替身啊，全部都演員，因為你都見到，大家睇完可以，我唔怕講，同埋你可以睇埋我哋 making of， 有時喺真實海面嘅情況係好難控制，我哋可能出去要有4隻船啊，有6部機啊。希望拍唔到，同埋咧有時滑緊浪嘅時候，譬如演員喺海度滑緊浪嘅時候，佢幾時可以做到 tricks？ 尤其是最尾Jeffrey 睇咗唔怕講啦，即係佢跳起一個咧，我哋只能夠交俾佢嘅，因為由佢決定幾時適合跳咯。咁我哋只能夠盡量幫佢。咁所以大家喺嗰個信任上係好重要嘅。我記得最尾個 take 佢好似係拍咗31個 take 喺2個鐘之內，跟住佢仲話。其實有中間好似有啲已經得㗎啦，跟住佢仲話天未黑，我哋拍到天黑拍唔到為止，佢不停跳啦，跳到有好啲咪好啲咯，即係佢嗰個鬥志由一個完全唔識玩 Wake Surf 嘅人，去到最尾做到咁靚嘅動作咧，我覺得係好唔簡單。我哋不如都俾啲掌聲 Jeffrey 同埋導演，亦都係呢個掌聲都係送俾我哋劇裏邊嘅其他演員朋友好嘛？咁今日咧，我哋現場觀眾咧就有福啦，因為咧我哋帶咗啲禮物嚟送俾現場觀眾嘅。咁我手上咧就有呢本《浪花男女》嘅電影全紀錄，咁我啱啱已經幫大家睇咗啦。好多靚相 ，OK， 好，我自己都上一部。點樣可以獲得呢本書咧？咁我哋今日咧名額咧就有2本嘅，咁大家只要咧數3聲之後，鬥快舉手答啱問題咧就可以獲得㗎。咁咧我。